上一集咧，我哋講咗一啲千零蚊嘅貨仔啦，有冇啲仲正啲嘅？3000零銀紙啦，係咪啊？嗱，講明喎，我3000零銀紙，我要買到4、5千蚊嘢嘅喎，會唔會有啊？係咪？有，係啦，今日咧就帶嚟兩款咁啊，之前講過嘅 Signatory 啦，未打網先係啦，咁啊呢支應該有兩支，呢支係得一支啊。肥仔樽啦，咁樣之前有介紹過啦 Kynisha 1995至2021啦 ，Refill Sherry Buck 啦，51度呢個桶號咧喺 Whisky Base 嘅評分好高分，都唔記得89定係90分嘅，即係好多人投票㗎。咁呢啲酒本身嘅價錢咧就3800蚊嘅，3800冇得平㗎啦，真係冇得平。不如咁啦，我送個杯啦，好嘛？送一隻 Amber Glass 好冇？有靚酒有靚杯，個杯我自己都用嘅啦。第二支乜嘢咧？咁呢支係2000年蒸餾啦，2025裝啦，25年啦 Oloroso Sherry Buck 啦，真係好正啊！點開名喎？54.5完美數據啊！咁呢支我哋本身原價咧，呢支係4300，今日咧講明啊，要你3000幾蚊執支4000幾嘅翻去飲，3900就冇杯送㗎啦。OK， 今日就介紹呢兩款，有興趣嘅快啲加我拎佢翻屋企啦，真係抵買，真係抵買。下一期咧再升 grade，快啲5000零銀紙有冇？下一條片見。